各位朋友又係我早市啊！今個禮拜六咧，3月15日咧，香港又編排咗呢個10場嘅草地賽㗎啦。咁我揀嘅精選場合咧係3場嘅4班1000米直路賽嘅。首選咧就搏隻初出馬可靠大師。咁呢隻馬其實都個血統咧喺香港都算暫時係幾成功嘅，因為呢個 Written by 呢個血系咧，暫時有3隻馬出賽咧都可以贏到馬嘅，包括咧就係呢個遙遙領先、領航才子同埋呢一個係超強60嘅。咁呢隻可靠大師咧，其實試咗4個課集先出嚟㗎，最初兩課潘頓試咧走勢就唔算係太好嘅啫，但係最近兩課試咧其實個走勢都幾好嘅，我哋不如睇翻依兩組試集佢嘅表現先啦。可靠大師一組係2月14日嘅從化試集1000米嘅，起步咧喺中檔嘅，紅帽黑衫綠交叉，彩衣好易認，因為同呢個精英大師一樣嘅。而家喺中檔咧出咗嚟㗎，喺外邊第2位，而家貼欄咧放咗嚟嗰隻馬，冇理佢住啦。今組賽事咧主要睇呢個可靠大師同埋佢右手邊內側嘅紅衫白袖嗰隻就係金金小子啊，因為呢隻馬今場有份跑嘅。咁而家跑到一半路程啊，呢個金金小子咧中檔咧已經係過咗入邊嗰隻馬㗎，反而可靠大師咧亦都拍咗上嚟，亦都過埋入邊嗰隻馬。咁兩隻馬其實係單打獨鬥嘅，最後階段其實可靠大師咧嗰個姿態咧，好似仲比個金金小子輕鬆少少嘅。最後嗰兩步咧，金金小子要推咧先過呢個可靠大師首先過終點嘅。咁呢一組係呢個直路閘1000米嘅2月14號試嘅。咁可靠大師咧2個禮拜之後2月28日會再試呢個從化閘係1200米嘅呢一組。起步咧，佢其實都唔係好慢㗎，3檔已經出咗嚟先㗎啦。咁跟住咧，入邊有隻馬頂住佢咧，就係嗰個星河勇士嘅蔡約翰嘅新馬嚟嘅。咁然之後咧，呢一組舊馬比較值得留意咧，就有呢個武林至尊啊，即係呢個可靠大師嘅球隊，而家係比較後啲嘅位置嘅。咁樣開始轉彎㗎，可靠大師喺中檔咧，開始cut埋欄嗰度佔先咧，都有一個馬位嘅。咁嘅星河勇士咧就一路跟住喺第2位。咁而家武林至尊啦，仲有喺較後嘅位置嘅，喺白帽啊，喺第3碟係尾3轉彎咁樣入直路嗰陣時㗎啦。而家呢個可靠大師咧，仲係喺中檔嗰度領先少少嘅。咁其他馬咧都開始騎緊㗎，佢仲係撳住少少嘅。最外檔嗰隻武林至尊咧，亦都上緊嚟㗎啦。咁而家前邊咧，可靠大師咧，呢一課係楊明倫試嘅，開始俾幾步啊，個反應都唔錯。但係外檔衝上嚟嗰隻武林至尊咧，好似幾勁，但係有少少內閃啦，衝下，最後都係可靠大師首先衝線嘅。武林至尊啊，第3個終點。咁呢個可靠大師咧，第一組試集咧，其實就同呢個金金小子一齊試。雖然佢係輸俾金金小子嘅，咁但係睇翻個走勢咧，其實係比較輕鬆嘅。咁呢隻金金小子上次初出咧，已經係喺有意外之下都可以跑第2咧。今次一定咧會被熱捧啊！反而可靠大師未出過賽咧，可能會有些少分頭。咁所以咧，穩膽咧就揾呢個可靠大師嘅。咁配腳咧，除咗呢個金金小子之外咧，不可擋呢馬係黃寶嚟嘅開齋馬，嗰陣時都係贏4班1000米嘅，咁所以今次跑翻贏馬路程同埋班次，自然都要兼顧啊。咁比較冷門或者半冷嘅配腳，我會揀2號馬嘅雷神太保嘅。咁呢隻馬雖然喺香港未上過名，但係喺3班賽其實都唔係輸得好遠嘅。雖然佢喺外國咧都係一隻處女馬，咁但係今次個部署係比較特別啲嘅，降班就改跑呢個直路賽。其實蘇偉賢馬房咧喺另一場3班1200米有一隻心裏有數嘅，過往跑直路賽都有個接近嘅表現，都可以跑呢場4班1000嘅，但係遷就咗俾個分數低唔可以跑3班賽嘅雷神太保跑呢場咧，應該都有啲計嘅，咁可以
作為爛腳看待。咁3月15日我嘅精選場次係介紹第3場，7號可靠大師做膽拖，1號嘅不可擋，2號嘅雷神太保同埋9號嘅金金小子嘅。咁三寶方面咧，由於介紹精選場係咪第3場嘅關係咧，都係揀咗第一口嘅。咁第一口揀兩匹啦，就係呢個7號嘅可靠大師同埋9號嘅金金小子。咁次關係第4場嘅4班1200米嘅。咁呢一場跨境寶馬上次一出即勝，當然要揀啦。咁但係有兩隻暗牌嘅初出馬，包括5號嘅信義同埋呢個6號嘅一定超。呢兩隻馬其實咧一齊試閘嗰個表現咧都唔錯嘅。咁所以咧兩隻馬都可以加入考慮，隨時都可以將呢個對手一網打盡嘅。次關咧係第4場4班1200米揀3匹嘅，除咗一出即勝嘅跨境寶馬之外咧，另外兩匹咧都係揀今次第一次上陣嘅5號信義同埋6號嘅一定超。咁呢兩隻馬其實之前一齊試閘咧都已經係包辦頭嗰2名嘅，咁所以咧都有一定嘅實力同埋呢個危險嘅。兩隻馬咧，如果贏到呢個跨境寶馬咧，嗰個分頭應該會好好多嘅。咁尾關方面咧，喺個第5場嘅4班1800米揀兩匹，首先係揀呢個2號嘅風火行雲。咁呢隻馬其實咧今季嘅表現咧好似唔係太穩定咁，但係睇翻佢賽績咧，跑田組1100米咧嗰個表現係特別準成嘅。上次咧雖然係影相輸咗俾呢隻發財秘笈啦，咁但係喺佢後面跑第3嗰個一起美麗咧，最近都已經係連接連升㗎啦。咁所以咧呢隻馬留翻嚟跑呢個田草1100米咧都有機會交代贏翻一場嘅。咁另外一隻咧，我會揀8號嘅小飛俠啦。咁呢隻馬之前就係贏過發財秘笈嘅，嗰場係2000米嚟嘅。之後咧就轉跑個谷草2200米嗰個表現咧就冇咁好。咁但係睇翻佢嘅賽績上咧，沙田嘅表現係好過快樂谷好多嘅。咁所以咧今次跑翻個田草1100米咧，雖然排外檔起步啊，但係睇翻同場嘅對手咧，早段快貨馬唔多之下，呢隻均速馬咧又有用武之地㗎啦。咁今次我三寶提供係第一口嘅，3月15日係總共12注。第一關係第3場嘅7號可靠大師同埋9號嘅金金小子，次關係第4場2號嘅跨境寶馬、5號嘅信義同埋6號嘅一定超，尾關係第5場2號嘅風火行雲同埋8號嘅小飛俠。咁下次賽事咧又喺呢個谷草嘅星期3，3月19日賽事嘅，到時我哋再見啦，拜拜。